任务目标：拿到苏哲的研究成果，其他人格杀勿论。站住！爹爹，我怕。无忧别怕，那些坏人想抢爸爸的研究成果来做坏事。至于佩里藏着爸爸的研究成果，他会保护你的。记住，一直往东跑，跑出去就能见到爸爸了。跑！跑！索哲，交出你的研究成果，我们放过你的家人。痴心妄想！无忧，你虽然是爹爹捡回来的孩子，但这4年早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了。我会带着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。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！哪冒出来的小丫头？我有糖，你知道我爹爹在哪里吗？甜的比麦芽糖还甜，还传得这么古怪，还凭空出现，定是山里的精怪。村里人说精怪都会害人，打他！东东，我是说往东走就能见到爹爹吗？我要爹爹，我要爹爹！我不要零食和玩具，我要爹爹，我要爹爹！妖怪！乱葬岗有不用邪术的妖怪！救命啊！有妖怪！有妖怪！就是他，他就是妖怪！我亲眼看见他变出了好多东西。王爷，您伤得太重了，再动气怕是撑不住。我不是妖怪，我叫苏无忧。你胡说！你凭空出现在乱葬岗，还能变出东西，不是妖怪是什么？留着他肯定会给村子带来灾祸，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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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王爷，王爷烧得厉害，荒山野岭的，去哪儿找大夫？爹爹说发烧要吃布洛芬，疼疼给我退烧药。你敢毒害王爷，杀了你这妖童！我杀了你这妖童！住手！萧炎，他是在救我。王爷恕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何处？我叫苏无忧，家里出事了，爹爹让我往东跑。说我和婉柔的女儿静安孩子，也该是这般年纪。不过，你若是愿意，晋王府就是你的家，你便是我萧绝的女儿。天塌下来，有爹爹顶着。女儿？我是晋王萧绝，以后你就是我女儿。有爹爹在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爹爹！糖糖真厉害，真的给我变出了爹爹。虽然这个爹爹和以前的爹爹长得不一样，但他们都对悠悠很好。乖，我们回家。夫人小心！娘，别管我，保护好鱼儿！保护王妃和世子！王爷，走。
你在这里躲好别出来。婉柔，堂堂有坏人，快给我敲敲！坏人，不准欺负我鞋妈咪和哥哥！坏人，不准欺负我鞋妈咪和哥哥！妖物，这家伙是妖物！爹爹，你看他会打坏人哦。无忧掌心的物件，绝非寻常工匠能造。这是何等神物，竟有如此威力！娘亲，这是枪枪，它会保护妈咪哦。娘亲，你以后就是无忧的新娘亲了吗？这孩子若是简安还在，也该这般会奶声奶气的喊我娘亲了。娘亲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无忧说错话，惹娘亲伤心了？没有，无忧没有说错话，是娘亲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从今天起，无忧就是我们静安王府的四小姐，我就是你的娘亲。耶，无忧有娘亲啦！我们小无忧啊，不仅有爹爹娘亲，还有3个哥哥。大哥萧景渊，二哥萧景周，三哥萧景瑜。那大哥、二哥现在在哪里呀？你二哥，娘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但是娘亲已经写信给你大哥，告诉他有了你这个妹妹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啊，他就会赶回来见你。可是大哥、二哥会喜欢无忧吗？乱葬岗的小乞丐都说无忧是没人要的精怪，只会给村子带来灾祸。胡说！我们小无忧用神奇的枪枪救了爹爹和娘亲，是小福星，是上天赐给我们静安王府的宝贝。爹，这东西真厉害，比府里的弩箭还快。何止厉害，这东西绝非我朝工匠能造。景瑜，以后无忧就是你亲妹妹。这次我奉皇命彻查军械失窃案，返京途中7次遭俘，连王府都被盯上了。若非无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来，坐下，慢一点吃。无忧，这东西是从哪来的？就是彤彤给的呀。彤彤会变零食，耀耀还有爹爹，彤彤可厉害了。彤彤还会变打坏人的枪枪呢。彤彤是什么？彤彤就是彤彤呀，爹爹说彤彤会一直保护无忧的。无忧啊，以后这些东西不能再随便拿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些东西太特别了，就像是夜明珠，被别人看见了，就会招来贪心的豺狼。这些东西若是漏了踪迹，会给你招来危险的。好吧，那我以后只给爹爹和娘亲还有哥哥看，不给别人看，好不好呀？哥哥会帮你保密的，谁也不能欺负我妹妹。
无忧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珍宝，往后便是拼了性命也要护她周全。废物！连个靖安王府都拿不下，我们在北郊山洞私藏的5000甲胄3万箭矢，你以为能瞒到几时啊？萧决正在查军械失窃案，再拖下去，不等我们动手，他就要把证据带到父皇面前了。殿下息怒，当务之急是夺回兵权。只要夺回了兵权，就算萧决查出些什么，也掀不起风浪。萧决手握北疆10万铁骑，一日不出，孤的位子就一日不稳。殿下，老臣已经查过了，这萧决的长子萧景渊已经看破了红尘，青灯古佛半余生，断不会再插足红尘之事。二子萧锦州虽在军中，却在上次一战中失踪了。至于三子萧景瑜，不过就是个残废。只要我们拿捏住他的软肋，不怕他不交出兵权。一个残废倒成了靖安王世子，还出去，怕是要笑掉全皇城的牙吧？去，把萧锦瑜的去世散播出去，就说靖安王府后继无人，这兵权该交出来。是。能者居之。老臣这就去办。萧决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哥哥，你快看，风筝飞起来啦！慢点跑，别摔着。看我给你准备的小兔子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兔兔啊，跟三哥一样可爱呢。爹爹娘亲，快看，这是三哥给我雕的小兔子木偶。齐安走后，府里再也没这么热闹过。是无忧把我们从悲伤里拉出来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太子府命人送来帖子。要求你带锦儿去，太子这是明摆着要发难。北疆兵权的事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倘若我不去，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锦州自上次一战后便下落不明，锦渊必逝，眼下府里不能再出事了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左右不过就是些嘲讽，儿子受得住。你留下，太子的目标即使我也是你，他就是想当众折辱你，爹不能再让你受委屈，爹一个人去就好了。你们留下，府中有侍卫会无事的。爹爹，他们是不是坏人？像上次的黑衣人一样。爹爹是晋王，他们不敢明着动手，乖乖在家等爹回来，给你带桂花糕。好吧。走吧，回门回屋。娘，我想在外面玩。好吧，你们注意安全。无忧，爹不让我们去，那里很危险。我们偷偷去看看，保证不添乱。上次黑衣人那么凶，那些坏人肯定又想害爹爹。可是我有统统帮忙，不会有事的。你陪我去吗？就看一眼。无忧，跟在哥哥身边，不要乱跑，哥哥会尽全力保护你。晋安王镇守北疆，父皇常说有萧决在，北疆定会无虞。只是父皇总念你辛苦，孤道也觉得该给年轻人些机会，你说是吗？太子如此体恤靖安王，当真是仁厚啊！只是这北疆兵权一事，干系重大，靖安王世子这腿疾未愈，怕是难成其重啊！听说靖安王世子腿疾多年，这站都站不稳，可怎么领兵啊？靖安王府后继无人，占着兵权不放，确实说不过去。丞相说笑了，
北疆兵权是陛下亲授，护的是大齐万里河山，更何况臣为国戍边，本是分内之事。至于兵权托付，北疆将士性命容不得半分儿戏。孤怎会不知兵权重要？只是父皇昨夜还念说将帅之家当后继有人撑起门楣，靖王世子行动不便，这往后啊，怕是要让天下人笑话我大齐无人了。是啊，这京城谁不知道靖王世子是个不良于行的残废，萧景周更是阵前失踪，当了逃兵啊！他们都是坏人，马哥哥的坏人。满口胡言！锦州在北疆，杀敌手3000，身中3箭，仍死守城门，何来逃兵一说？辱我清白，就是辱我北疆10万将士。你靖安王府后继无人是事实，总不能我大齐将来靠一个残废领兵吧？不错，以老夫之见，靖安王你还是识相，把兵权交给更有实力之人。就是，说不定啊，这萧景周不是失踪，是知道家里出了个残废弟弟，没脸回来。你胡说！哎，不要！你胡说！我二哥和大哥才不是废物，我二哥也不是逃兵，是大英雄。我三哥也不是废物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。你们才是坏人！哼，哪来的野丫头？看来靖安王府真是没人了，要靠一个丫头片子来撑场面。上官策，那是我萧绝的女儿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靖安王息怒，这侧儿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拦。不过老夫不得不说一句，这世子不能领兵，少将军又下落不明，这兵权一事不能总是空置吧？为了大齐，为了北疆，你该放手了。丞相此言差了，我靖安王府的儿郎没有逃兵，要么战死沙场，要么活着归来，从来没有孬种。家父手握兵权，凭的是战功赫赫。我身为靖安王府的儿郎，纵有腿疾，也从未忘过北疆的风雪。这兵权还轮不到外人智慧。上官丞相也是为大局着想的。靖安世子，孤并非有意为难，只是你若能站起来走3步，孤便信你能担事。可你，这靖安王世子一个残疾，还想担兵权？别做梦了，赶紧滚回家去吧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3岁娃娃都比你强！哼！哥哥，太子今日设宴，就是为了用这些污言秽语辱我靖安王府吗？靖安王言重了，孤只是实话实说。毕竟这兵权关乎国本，容不得半分侥幸。你说呢？交兵权，交兵权！靖安王府后继无人，无权掌兵。交兵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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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哥哥不是废物，他能站起来。彤彤帮我，我要让哥哥站起来。哥哥，他们说你站不起来，你就站起来给他们看。爹地说，心要站直了，腿就不会弯。我的腿居然有感觉了。真是做梦！都残疾了，还想站起来？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。啊，这我靖安王府的脊梁永不被人践踏。
哥站起来了。鱼儿，你的腿真的好了？这不可能！萧景瑜的腿疾，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怎么可能说站就站？岂有此理！太子殿下可是亲口所言，只要我能向前3步，便信我担得起。诸位现在觉得我这双腿担不担得起北疆的兵权？靖安王好福气啊，世子竟痊愈了，真是大吉之幸啊！犬子侥幸，就不劳太子费心。时辰不早了，先行告辞。孤精心策划的局面，竟被一个残废世子和4岁奶娃搅得稀碎。殿下息怒，这萧景瑜就算站起来了，也不过是侥幸罢了。萧诀向来只有3子，当年那个刚满月的小女儿景安，不是说早就没了吗？她何时又冒出来个4小姐？去查清楚。是，老臣这就去办。只是这萧景瑜，一个刚能走路的世子而已，翻不了天。他越想证明自己能担事，吾就越要他摔得更惨。是，只要坐实了靖安王府后继无人，兵权他不缴也得交。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鱼儿，鱼儿，你的腿好了。娘，鱼儿，你真的能走路了？娘不是在做梦吧？娘亲，你看3哥能跑能跳了，都是统统帮的忙哦。婉柔，这次多亏了无忧。我们无忧啊，真是靖安王府的小福星呢。可是太子那边恐怕……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但鱼儿痊愈是变数，我们还有时间。爹爹，无忧以后会保护你们的，就像上次用枪枪打坏人一样，蹦蹦。傻丫头，该是爹爹娘亲保护你才是。不过你得答应爹爹，统统变出来的东西你不能给别人看，特别是你打坏人的枪枪。好吧。是啊，无忧的宝贝要藏好，有爹爹娘亲还有哥哥们在，不用你出手，我们会把你护得好好的。可是无忧也想保护爹爹和娘亲，就像上次在破庙无忧救了爹爹一样。好，以后啊，3哥和无忧一起保护爹爹和娘亲。3哥终于可以站起来，站在你身前了。3哥的胳膊没有爹爹的粗。无忧啊，你记住，虽然你不是爹娘亲生的，但也是我们捧在手心的宝贝。这世道险恶，总有人会拿你的身份做文章。我明天就入宫去求父皇，把你的名字写入皇家御典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大齐的无忧郡主，谁要是敢动你，就是抗旨。那郡主可以天天吃桂花糕吗？当然了，不仅能吃桂花糕，还能让御膳房给你做蜜饯、酥酪，一屋子好吃的。哇，这么棒啊！只要我们一家人待在一起，总能护住彼此。觉儿，你镇守边疆时剑促穿肩，都未皱过半点眉头，现在却为个4岁娃娃跪在这半个时辰，不怕北疆将士笑话吗？父皇，无忧虽非臣亲生，
却两度救臣全家性命。赏花宴上，他为护鱼儿，直面上官侧的刁难。无忧心思纯良，护短似尘，聪慧似婉柔。臣恳请父皇恩准，将她录入皇家玉牒。你竟能待她如亲女，她定有护家勇义。朕想她并非是一般的孩童啊，朕也多了几分兴趣啊。请父皇恩准。罢了，起来吧。传朕旨意，无忧天资聪慧，护短纯良，深得朕喜爱，特录入皇家玉牒，封为无忧郡主，赐金册金宝10亿3000户。以后在齐国境内见官不拜，遇礼不受。若有谁敢欺他，应当抗旨论处。是。臣替无忧谢父皇隆恩。王爷，王爷，陛下可是恩准了。无忧，你以后可是大齐正经的郡主了。那我以后可以在大齐横着走啦。是啊，而且无忧以后再也不会被人说闲话了。王爷、王妃，无尘寺传来消息，下个月玄通大师要入宫为圣上讲经，听说随行之人可能会有大公子。听说随行之人可能会有大公子。此事当真？这只是听说，还未有确定消息。无妨，只要有消息就是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自从无忧来了咱们家，锦瑜的腿好了，冰泉也暂且保住了，就连渊儿都要回来了。无忧啊，你真是我们靖安王府的宝贝。娘亲不苦，我明天可以去见大哥吗？让大哥看看我的郡主令牌。大哥在寺庙里住了许多年，性子清静，怕是不愿意见我们。那我们可以偷偷去啊，就像上次去太子府，就看一眼大哥什么样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，爹爹，就看一下，好不好嘛？如果无忧想去，鱼儿，那你明天带无忧去一下吧。是。靖安王殿下，王妃娘娘，大公子说他今日不便见客。他可知是我们来了？世子说尘缘已了，见与不见，皆是虚妄。燕儿，连爹娘都不愿意见了。娘亲，别伤心，大哥可能在忙，不如我们再多住几天。大哥考虑好了，一定会来见我们的。娘，大哥因恐女正避世，我们再多给他些时间，他肯定会想明白的。无忧和锦瑜说的对，我们在寺中住几日，等他想通。殿下宽宏，小僧这就去安排客房。唉，累死宝宝了！这院子绕来绕去都是树，怎么才能找到大哥呢？哇，好帅的大哥哥呀，跟我三哥一样好看呢。大哥哥你好，我叫无忧。你知道我大哥在哪里吗？就是那个住在庙里会背很多佛经的状元郎哥哥哦。你叫无忧？是啊，我爹爹是靖安王，我是郡主，我三哥是世子，我二哥是少将军，我大哥是状元。对了，
你知道我大哥在哪里吗？能带我去找他吗？原来他就是父亲信中提过的小福星，无忧妹妹。你找他何事？唉，娘亲没有见到大哥，很伤心。你说大哥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啊？是不喜欢无忧吗？不是，不是不喜欢你，那是为什么呀？或许是他觉得拖累你们了。哼，我大哥才不会拖累我们呢。爹爹说大哥是5年前的状元郎，是很厉害的人，就算他住在庙里，也是我们靖安王府的骄傲。太子和丞相虎视眈眈，稍有不慎，我的口女终究会成为他们攻击王府的利刃。这样的我，回去也只能拖累他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大哥害羞了。等他想好了，一定会见我们的。那他要是一直不见你，那我们就一直等啊。爹爹说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总能护住彼此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愿意跟我们回家的。无忧，无忧，大哥哥，我娘亲来找我了。对了，你有大哥的消息，一定要告诉我呀。无忧，无忧，这么晚了，你跑去哪儿了？娘亲，我在院子里碰到一个漂亮的哥哥。哦，什么样的漂亮哥哥？就是穿着跟庙里的和尚一样，长得比画里的神仙还要好看的哥哥。爹，莫非是？无忧，那个哥哥有没有跟你说话呀？说了呀，他还问我找大哥做什么，还听我说了很多话呢。我觉得那个哥哥好亲切呀，就跟三哥一样。是渊儿，一定是渊儿。无忧啊，那你见到的那个哥哥，他身体好不好啊？有没有变瘦？有没有咳嗽？娘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哥哥看起来很健康。好，健康就好。只要他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强。他回不回府，见不见我，都不重要。王爷，宫中急报，请您速速入宫。走吧，玄通大师入宫讲经的日子就在眼前。若渊儿真有幸，总会再见的。爹爹，娘亲，可是我们还没见到大哥呢。等大哥想通了，会主动回府的。到时候你再把那郡主令牌给他看也不迟。好吧。你大哥性子拗，可心里比谁都重情。当年他避世，也是怕自己的病连累王府。就像三哥以前总躲着人练走路吗？或许吧，但现在有你这个小福星，说不定大哥很快就想通了。回去吧。三哥，外面好热闹啊！是不是玄通大师要入城了？是啊，今日玄通大师携弟子入宫讲经，京城里的百姓都去围观了。我托人在临街客栈订了包厢，走，带你去看看热闹。快走快走，说不定能看到大哥呢。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哇，是玄通大师，大师果然庄严威仪，超凡脱俗。还有前状元郎，看着真俊呐。是啊，三哥，你看，那个就是我在寺庙里遇见的哥哥，穿白色袍子的那个。大哥，他真的来了。没想到，躲了5年的萧景渊，竟会在此时自投罗网。玄通大师入宫讲经，倒成了他踏出寺庙的由头。
想来是察觉到皇城中的局势，借着玄通大师讲经的由头，暗中为靖王府筹谋。筹谋？殿下不必担心，萧景渊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不过是当年救了落水的侍郎家庶女，被那女子赖上纠缠不休，竟从此患上了恐女症。侧儿说的不错，这萧景渊只要接近女子3尺之内，呼吸气喘不止，浑身起红疹，一个女子都能要了他的命。殿下，您看，不要的不只是萧景渊的命，还要让晋王府彻底无法再握着北疆兵权。大哥，他真的来了。原来那天晚上在寺庙院子里喝茶的就是大哥，怪不得我觉得那么亲切呢。大哥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小元朗，三哥，为什么那些姐姐都要围着大哥呀？他们还往大哥身上凑，大哥好像不开心呢。小元朗，是我的，别走啊！别碰我！你我走开！糟了，大哥有恐女症，只要女子靠近3尺，就会浑身不适，严重时甚至会昏厥窒息。那些女子定是太子派来的人，他们是想借着大哥的病症，活活逼死他。统统帮我，快让他们离开我大哥！那些蛇蝎心肠的女子，就是想害死大哥。别碰我！元朗，你看别碰我！小元朗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糟了，大哥要撑不住了。无忧，你留在这儿，三哥去救人。三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有统统帮忙，能保护自己。无忧太危险了，那些人根本不讲道理。你留在这里等我，我先下去找侍卫。张元朗，看看我呀，看我手机。来不及了，他们越来越多了。统统，来不及了，快给我能冲开他们的东西。小元朗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别碰我，是我的。让开！给我大哥元气！都给我大哥元气！不许欺负我大哥，否则我就不客气啦！无忧，大哥别怕，无忧在呢，我保护你。大哥，你怎么样？金鱼，无忧，我没事。三哥，大哥脸都白了，我们快带他走，再不走他就要晕过去了。好，赵元朗，别走啊，陪我们说说话嘛。都给我滚！爷爷说了，我是大齐的无忧郡主，整个皇城我都能横着走，谁敢拦我就是烫纸。参见无忧郡主，千岁！大哥，我们走。往哪走啊，小郡主？刚在这耍了威风，就想带着你这见不得人的大哥溜之大吉？又是你这个坏人！上次在太子府骂我三哥，这次又来骂我大哥，你敢拦路，是不是小孩子？哼，小郡主好大的威风！只是不知道这钱状元郎受了惊吓，骨头是不是都软了，还能不能走？要不要本公子赏顶8抬大轿，送你们回晋王府丢人现眼啊？大哥，上官策，这里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街道，不是你上官府的后花园，撒野也要看看地方。撒野？本公子只是替天下人好奇，晋王乃大齐战神，怎么他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柔弱？世子刚能站稳走路，大公子见了女子就吓得魂飞魄散，
这样的家族也配掌握北疆的兵权吗？是啊，靖安王爷当年多威风啊，怎么还这么……怎么一直不出来？就是哦，前状元郎我在庙里5年，原来是怕女人啊！天，我说怎么一直躲庙里？原来真的是因为这个。嗨，坏蛋，不许你胡说！我大哥只是生病了，就像之前三哥腿不好一样，等他好了，比你厉害100倍。小郡主啊，不是我故意拦你，玄通大师带着弟子入宫给陛下讲经，这是圣上钦点的差事。你大哥身为随行弟子，擅自离队就是抗旨，你护着他，是想陪着他一块抗旨吗？三哥，好一个抗旨！你们先是派女子围堵我大哥，逼得他险些昏厥，现在又拿圣上来压我们，摆明了是想置我们于死地。世子何出此言？大师入宫讲经是圣上下的命令，难道你想抗旨不遵？哼，今日就算是抗旨，你们休想来我带大哥走！哼，虽然弟弟说过不能在人前随便动用统统的力量，可现在大哥快撑不住了，统统求求你帮帮我，让大哥好起来。真是。大哥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是不是不难受了？大哥，你的病好了？是无忧，上次我的腿疾也是他这样一碰就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还一副病殃殃的样子，怎么突然好起来了？上官策，我大哥身体好转，你急吼吼的扑上来，怎么见不得我靖王府有半分顺遂？还真好啊！刚才咳得还直不起腰，脸白得像纸人，这回瞧着比常人还精神。哎，你说这无忧郡主怕不是福星吧？她进府后，这三公子的腿好了，这大公子的病也好了，这靖王府这是要时来运转啊！我大哥本来就好好的，你们这些人围着起哄，才把他给气着了。现在我大哥好了，谁也别想欺负他。你5年来如影随形的窒息感、恐惧感，就这样被无忧治好了，这不是梦。上官公子还有别的事吗？若无要事，还请让道。我等还要随玄通大使进宫为圣上讲经，耽误了时辰，你我可都担待不起。声音轻软，步伐稳健，连眼神都亮得惊人，却仍不见半分病态，这怎么可能？恐女症是不治之症，她怎么可能说好转就好转？你肯定是装的，不过是强撑着演戏给外人看。恐女症哪有说好就好的道理？我哥哥好没好，关你什么事？再不让道，小心我用枪枪打你屁股！你，大哥，我们走，别理这些笨蛋。三弟，你先带无忧回王府，我还要随大师入宫讲经。稍后我们皇宫见。大哥放心去。哼，你，别！我大哥回来，看怎么收拾你！你们给小爷等着！萧景元、萧景瑜，还有那个小丫头片子，这笔账小爷我记下了。废物！惊醒部下的局那么好的机会，居然让他们给走了！废物！惊醒部下的局那么好的机会，你们居然让他就这个样子给躲开了！这样都拿不下他，我留着你们有何用？殿下息怒，是无忧郡主突然出现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这丫头片子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，竟然当众让萧景渊缓了过来。这恐女症好像都好了大半了。
父亲说的对，那丫头片子绝对有问题。上次萧景瑜的腿疾，他碰了一下就好了，这次萧景瑜都快喘不上来气了，他牵了牵手就没事了。说不定这静安王府这一个个奇迹都是因为他。你是说，他一个4岁奶团子，竟有通天的本事，治好了连太医院院判都束手无策的恐女症和腿疾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你自己信吗？老臣不知，分明是你们废物，连个小丫头都拦不住，还好意思给我找借口？殿下，还有那丫头身下的玩意儿，一个铁疙瘩跑得比马还快，ฉั在京城活了20年，从未见过那样的物件。难不成是萧局暗中准备的秘密武器？他镇守北疆多年，说不定得了什么异域奇技。上官丞相，随姑进宫。父皇近日正念叨着军械改良的事，倒要问问萧局，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殿下英明啊！借着陛下之口问出，这萧诀定然不敢隐瞒。你说什么？无忧动用了统统的力量，变出了一个叫卡丁车的东西，甚至还治好了渊儿的恐女症。对不起，爹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别不要无忧？爹娘，这不是无忧的错，当时大哥被女子围绕的水泄不通，眼看着就坚持不住了。若不是无忧当机立断，恐怕大哥他早就……王爷，瞧你都吓到孩子了。无忧啊，爹娘没有怪你，你救了大哥是大功一件，爹娘感激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呢？真的吗，娘亲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们无忧啊，是晋安王府的小福星，要不是你啊，大哥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。爹爹没有怪你，只是这卡丁车和治愈之术太过扎眼，太子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，恐怕会以此发难，给你招来危险。婉柔，我必须即刻进宫，将此事扛下来。宫中今日讲经验之事，还要麻烦你带着2个孩子。放心吧，我会照看好他们。爹爹要小心，那太子是坏人，一定会欺负爹爹的。无忧啊，爹爹能应付得来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你从不会什么治愈之术，那是你大哥自己撑过来的。至于卡丁车，那是爹爹早就派人给你打造的玩具，不过是样子新奇了些，这些千万不要说漏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爹爹是去为我挡麻烦了，无忧会乖乖听话，不会让坏人抓到把柄。父皇，卡丁车是臣偶然从西域工匠处所得的，不过是个供孩童玩乐的物件，并无任何杀伤力。只因无忧年纪尚小，见大哥被人群围堵，心生焦急，才会将玩具车开到街上，惊扰了百姓。臣愿领罚。你是说渊儿的恐女症真的好了？是。太医曾言，恐女症多为心病。渊儿在无尘寺清修5年，心境本就渐趋平和，如今又得了无忧这个妹妹，心结渐解，便不药而愈了。这么说，无忧倒是个福星了。先是锦瑜的腿疾好转，现在渊儿的心结也得以了却，倒是给你静安王府
添了不少喜气啊。父皇所言极是，无忧是上天赐给臣府的福泽。父皇，臣弟这是给父皇请罪呢。儿臣倒是听说晋安王府私藏能飞天遁地的奇物，甚至还拥有神奇的治愈之术。太子殿下误会了，臣刚刚向父皇禀明，那不过是孩童的玩具，并不是什么武器。至于治愈之术，更是无稽之谈，不过是渊儿心病得解，恰逢其会罢。陛下，太子殿下也是担心，毕竟那东西速度奇快，若被别有用心之人大批量仿造，恐对皇城安危不利呀。太子，你既在宫外，想必你也瞧见了那物件，当真如你所说，能当武器用？父皇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萧诀手握北疆兵权，又私藏此类奇物，难保没有二心。父皇，臣对大齐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太子殿下执意诬陷，臣恳请父皇明察，还臣清白。罢了罢了，无非是孩子们玩闹，闹不出什么风浪。萧诀，管好你府内的人，莫让孩童再将玩具开到街上。还有太子，要谨言慎行，莫乱听流言，乱了朝纲。儿臣遵旨。谢父皇明察。好了，宴会快开始了，随朕同去吧。是。娘亲，大哥和爹爹怎么还没来啊？桂花糕都快吃完了。你呀，就是贪吃。皇上驾到！晋安王殿下，太子殿下到！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今日设宴，一是为了玄通大师入宫讲经接风，二是为了宴请诸位爱卿。传玄通大师入殿。传玄通大师入殿。宫里规矩多，等会儿再打招呼，好不好？贫僧玄通参见陛下。玄通大师不必多礼，快请入座。谢陛下。玄通大师今日讲经，实乃朕与百官之幸啊！哈哈哈。我不信萧景渊的孔女咒真合得这么彻底，找个人去试试。殿下放心，臣早就安排好了。邻家侍郎的小姐，这就送上门了。三哥，那个姐姐是谁啊？林妙龄，5年前害大哥患上恐女症的罪魁祸首。我大哥好心救她，她却联合太子让大哥强娶她，大哥不堪其扰，才遁入空门。萧公子，听闻你的病好了，妙龄心中实在欢喜，特意敬公子一杯。多谢公子5年前舍身相救。好，就该这样。
只要萧景元此刻露出半分恐惧闪躲，或是呼吸困难、气喘不止，我就立刻起身，当众揭穿他欺瞒圣上的罪名，让靖安王府颜面扫地。李小姐，还请小心脚下。毕竟5年前你已经用过这招碰瓷过一次了，就不必再来第二次。休叫你说这是害人嘛！哎，你说这几人回去，不嫌丢人。他竟然真的好了！哇，大哥好厉害，大哥好棒！大哥真好了。好啊，既然渊儿心病得解，这性子也沉稳了许多。玄通大师教得好啊！阿弥陀佛，皇孙本就慧根深厚，只是一时迷障。如今有郡主这颗福星在侧，自然是豁然开朗。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5年前，萧大公子救了落水的林姑娘，毁了林姑娘清白。如今，萧公子的恐女症已然痊愈，不如陛下就为2人赐婚，成就一段姻缘。这人害人呢，这……哎呀！哎，无忧，你这个人好生不要脸！我大哥娶谁不娶谁，还用你说了算？你想赐婚自己娶啊！你个黄口小儿懂什么？这是朝廷规矩，是伦常。规矩、伦常是用来护着好人的，不是让你这些坏蛋去逼人的。当年林姐姐自己掉进水里，我大哥好心救她，她还赖上大哥，害得我大哥躲进庙里5年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家好欺负？你无忧，不得无礼。我可是皇爷爷封的无忧郡主，见官不拜，遇礼不受。一个丞相的儿子，还敢管我晋王府的家事？陛下恕罪，臣绝无干涉晋安王府家事之意。晋安王，你见这小丫头是不是太过无礼了些？仗着郡主身份，就敢指着朝廷官员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是要让人说我大齐皇室教女无方了。好，无忧骂得好。哼，你这女儿性子倒是横。小孩子不懂规矩，口无遮拦，让父皇见笑了。哎，朕倒是觉得无忧骂得好。这上官策身为朝廷命官，不好好辅佐朝政，这逼婚使人为难，实属怠慢。再说了，这无忧是朕亲封的郡主，便是见了朕都能恃宠而骄，教训一个无规矩的大臣，有何错之有啊？可是父皇，陛下教训的是臣无礼，是臣越界，该骂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郡主恕罪。哼，今天就放过你，下次再敢多管闲事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塞起来，不让你说话。父皇，小女顽劣，扰了宴会，儿臣替她赔罪。哎，无妨无妨。我倒是觉得无忧的性子直率，护短的紧，她像极了小时候的你啊。朕觉得，如果她在的话，没有人能欺负到靖王府头上了。小无忧啊，你大哥婚事，你有何看法？我三哥说娶媳妇儿是一辈子的大事，
得大哥自己喜欢才行，不能别人随便说一句就让两个人凑在一起。无忧这个妹妹真是上天派来弥补晋王府所有缺憾的。陛下，无忧说的是，婚姻大事当由心而定，更何况5年前本就是一场误会。林家如果需要补偿，我靖安王府愿意财物相赠，但是赐婚之事实难从命。父皇，渊儿说的对，婚姻自由不可强求，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那就不要再提了。林侍郎，管好你的女儿，莫要在朝堂之上失了仪态。臣遵旨，小女无知，还求陛下恕罪。渊儿啊，你既然心病得解，也无需再回无尘寺了。明日就去你父亲兵部，也算为大齐效一份力。太子对爹爹的兵权觊觎已久，如今陛下对无忧的宠爱几乎昭告天下，往后晋王府只会更受忌惮。我必须尽快站稳脚跟，爬到足够高的位置，才能护住无忧，护住这个家。臣遵旨。太好了，渊儿避世5年，今日终于能堂堂正正回归朝堂。这位沉寂5年的前状元郎真的回来了，靖王府这一下可真是如虎添翼，往后谁还敢小觑呀？可不是嘛！现在长子回归，3子痊愈，还有个得陛下疼爱的郡主，这势头怕是压不住了。萧景瑜腿疾痊愈，如今萧景渊又入兵部，再加上一个陛下宠爱的无忧，靖王府这是要把军政大权都握在手里吗？渊儿归队，实乃大齐之幸，让我们共饮此杯，为渊儿祝贺。无论前路多险，我一定要护好这个家，护好这个小福星。无忧啊，来，到皇爷爷这儿来。王爷爷喊我过来，是不是有好吃的？你这个小馋猫，鼻子可真灵啊！这是御膳房刚做出来的杏仁酪，你尝尝。好吃，甜，比府里的还甜。你刚才保护你大哥的样子，真像个小奶猫，奶凶奶凶的。他们欺负我大哥，要逼他娶他不喜欢的人，我不能不管。大哥是好人，就像三哥和爹爹一样好。无忧说的对啊，咱们萧家的皇子啊，就得自己保护自己，可不能让自己受了委屈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比我的郡主令还好看。这是御前行走令，持此令牌者可以随时见本人。你在宫中的库房，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，没人敢拦你。真的吗？父皇，这令牌太过于贵重了，无忧年纪尚小，怕是担不起这份荣宠。朕的孙女儿有什么担不起的呀？景安刚满月的时候，朕送了她块玉佩；景瑜刚出生的时候，朕送了他一柄弓箭。到了无忧这儿，那自然更应该是更好的了。来，无忧拿着，以后拿着这块令牌啊，在大齐境内，谁敢欺负你，看他有几个脑袋敢抗旨。谢谢皇爷爷，皇爷爷最好了。娟儿啊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这个女儿了。以后谁要敢动她一根头发，就是跟朕过不去。谢父皇厚爱，小女顽劣，还望父皇多多教诲。哎，什么管教啊？她这性子直来直去的，总比有些人掖着藏着的要好。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，竟然让父皇如此恩宠，简直是大姑的脸。
怪太子。有皇爷爷撑腰，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无忧的家人？太子啊，不就是块令牌而已吗？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吗？儿臣只是不慎摔了酒杯，让父皇见笑。不慎摔了酒杯，下次就注意一些。菊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想无忧也该困了，带孩子们回去吧。儿臣遵旨。父皇竟如此偏心！当年若不是北疆战乱，萧决内司领兵出征，这太子之位轮得到我做？姑这些年战战兢兢，他的眼里却只有靖安王府，一个黄毛丫头都敢骑到骨头上。殿下息怒，此事并非无解，臣有一计，可以让靖安王府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是说，殿下可还记得萧景周？我派往北疆的人找到了他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受了重伤，被人救下。而救他的那个女子已被老臣收买了。一个毁了容的弃子，能成什么事？哼哼，正因为他是萧决的儿子，所以才好用。只要我们能伪造他通敌叛国的证据，比如跟蛮王首领通敌的密信，届时呈给陛下。通敌叛国可是死罪，只要坐实了此罪，这整个靖安王府都会受到株连。就算萧决有天大的战功，他也护不住全府。好，好一个借刀杀人！小姐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大哥，我敬你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咱们兄弟俩不用再隔墙相望了。孩儿不孝，让父亲母亲担心了。5年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像这样围坐在一起，多亏了我们无忧。嘿嘿，都是一家人，大哥回来就好，以后可以天天听大哥背佛经了。虽然大哥背佛经我听不懂，但是大哥背得很好听啊。傻丫头，大哥以后还要去兵部历练，哪有时间总背佛经？那大哥可以教我骑马吗？三哥说大哥骑马可厉害了，比爹爹还厉害呢。好，等你再长高点，大哥来教你。要是周儿也在就好了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？娘，二哥吉人天相，会没事的。放心，萧炎前段时间传回消息，说已经在北疆边境寻得周儿踪迹，相信这几天就会回来了。咱们再等等。当真？那他现在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受苦啊？听萧炎说，在北疆那边性子沉稳了不少，只是受了些伤，不过已无大碍。爹爹，等二哥回来了，我把御前行走令分他一半，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他了。令牌哪能分一半？等二哥回来了，三哥再给你雕个更大的兔子木雕，到时候我们去城外放风筝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哥也要去。好。锦州，快回来吧，家里人都在等。世子，郡主，二世子回来了，就在府门口，还带了个姑娘，说是心仪之人。二哥，他真的回来了！二哥回来了，我们快去接二哥。娘，二哥回来了。周儿，是他。王爷，是周儿回来了吗？我们去看看。二哥，
你就是二哥吗？那位姐姐是谁啊？你是无忧，我们静安王府的小福星。我是你二哥萧锦州。二哥，大哥，爹，娘，这位是清河，当年在北疆救过我，也是我的心仪之人。清河，见过王爷王妃，各位公子郡主。珠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三弟，你的腿好了？托无忧的福，我的腿已经痊愈了。大哥，心仪之人是什么呀？心仪之人就是你二哥放在心尖尖上疼的人啊，以后啊，她就是你的二嫂了。二嫂，是不是要和爹爹娘亲一样住在一起啊？人小鬼大。一路辛苦了，我们进屋说吧。走。周儿、鱼儿，随我来书房一趟。婉柔，你先安排一下清河姑娘的住处，让她好生歇息。清河姑娘一路劳累，我这就让人收拾出最清静的戏跨院，让姑娘歇息。王妃，清河连日赶路，甚是疲惫，想先去歇息。自然。阿福，你带清河姑娘去戏跨院，再把新做的被褥铺上，再备一些点心啊、茶水。是。姑娘这边请。娘亲，我先去院子里玩会儿风筝。三哥教我的新花样还没练熟呢。好，别跑远了。来，大哥带你去。好，走。周儿，你说清河姑娘救了你，在北疆那般混乱之地，她一个弱女子，如何能救受伤的人？是，当年我身中数箭，重伤昏迷，是她救了我，日日照顾。若不是她，儿子早就没命了。我的命是她给的，早已认定了。可他出现的时机未免太过巧合，偏偏在大哥归府，我腿伤痊愈，王府势力已经渐强的时候，跟着二哥回来，还恰好是二哥的心仪之人。方才在正厅，他看无忧的眼神，分明带着一丝不耐，绝非表面那般温顺。既然你相信他，我不便多说什么。但如今太子本就对北疆兵权虎视眈眈，我又查到了军械失踪案的线索，他怕是忍不住要动手了。他敢？你和渊儿先后回家，既是威胁，也是动手的契机。往后行事务必谨慎，切不可落入他的圈套。是。是。太子殿下有吩咐，让你把这封通敌叛国的密信藏进书房，务必做到天衣无缝。怎么，你不会针对那个戴面具的丑八怪动了心思吧？别忘了他脸上那道疤有多狰狞，也别忘了是谁给你活下去的机会。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不过是利用罢了。那是最后，谁也不能坏了殿下的计划，否则下场你清楚。你都看见了，想干什么？既然看见了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倒霉，偏偏出现在这个时候。坏女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爹娘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你死了，就说无忧郡主失足落水，没人会怀疑到我头上。下辈子投胎，记得离晋王府远些。哥哥，救命！救我！无忧，三哥，刚才的事情，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我就把你丢进池塘喂鱼。来了。
王爷、世子、锦瑜世子，夜深路重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无忧怎么在发抖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他是坏人，他想害爹爹娘亲，想毁了整个靖安王府，得想办法揭穿他。三哥，但是别怪无忧，我刚刚看见他一个人站在池塘边，我生怕他脚下不稳掉下去，便多说了2句，让他小心些。许是语气重了些，惹得无忧不快了。不对劲，无忧素来胆大，怎会因为2句责备就吓成这样？这女人方才一定是对无忧做了什么。清河姑娘，无忧是我靖安王府的掌上明珠，倘若谁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萧绝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爹，清河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救我。王爷教训的是，清河记住了。无忧妹妹机灵可爱，清河也甚是喜欢。坏人，你说谎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你刚才还说要让我死。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你刚才还说要让我死。无忧妹妹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分明是担心你掉下池塘，便多说了2句，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我没有说谎，我刚才看到你跟一个黑衣人说话，黑衣人给了你一封信，说要藏到书房里去。你是来害靖安王府的人。无忧从不说谎，看来刚才绝非偶然，这女子定然不安好心。清河，无忧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锦州，我对天发誓，绝无此事，定是无忧妹妹误会了。我只是想扶她离池塘边远些，许是动作急了些，把她吓着了。我既然拼了命的救你，又怎会做对靖安王府不利之事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父亲，三弟，许是我们误会了。二哥，我没有误会。无忧的话，我信。周儿，你在北疆待了这么多年，人心险恶，该比谁都清楚，不要被假象蒙蔽双眼。没错，我相信无忧，她从来不会说谎。我知道大家不信任我，看来今日无论我说什么，都洗不清嫌疑。清河愿以死争清白，只求日后锦州能想起我时，能记得我曾真心待过你。清河，清河，爹，三弟，你们何苦逼一个弱女子？更何况她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清河姑娘，你救了周儿，这份恩情我靖安王府记着，日后定会报答。但倘若你对无忧不利，哪怕是动半分心思，即便有周儿护你，也保不住你。这小丫头竟坏了我的事，若不除了她，迟早是个祸患。下去吧。爹，就这么放她走了？方才无忧说的真切，她恐怕不是什么善茬。他所图之事尚未完成，绝不会就此罢手，定会再次行动，届时自会露出马脚，派人盯紧西跨越，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及时汇报。我知道了。无忧啊，今日的事你当真没有看错？娘亲是真的没看错，他就和黑衣人说话的时候，袖子里藏下一封信，他还说要放进爹爹的书房里。娘亲不怕，无忧和系统保护你。娘亲不怕，有爹爹和娘亲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睡吧。清河的出现太过蹊跷，背后又牵扯着太子，这摊水怕是要还。书房守卫又加强了，看来他们是真的怀疑我。这样下去，别说藏密信，怕是连书房3尺之内都难靠近。坏女人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无忧要盯紧你，看你怎么偷偷干坏事。等抓到证据，就让爹爹把你赶出去。小无忧，你躲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
二哥，我在这儿。无忧，哎，清河，锦州，无忧，我正在找你们呢。想必是无忧对我不够熟悉，才会产生诸多误会。不如，锦州，你带我们去逛逛街，买风车，还有糖画，这样无忧以后对我熟悉了，便不会误会我了。你说好不好？既然清河有这份心，那便去逛逛吧。二哥不能去，他是坏人。无忧，不能这么没礼貌。清河是二哥的救命恩人，不会害我们的。去街上给你买糖画，听话。还是锦州明事理。无忧，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好不好？坏女人想骗二哥出去，肯定有阴谋。我有笔定情了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锦州，这家锦绣阁看着不错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顺便买些新料子，给无忧做衣裳，算是赔罪的礼物。好，走，无忧，给你做新衣服。二公子，这是王爷让奴才加急送来的。父亲说得到了那批私藏的军械的消息，困有变故。清河、无忧，二哥不能陪你们逛街了，得立刻恢复。二哥，我跟你回。锦州，你放心，无忧有我看着，定不会让他乱跑。你尽管去，我们随后就回。好。二哥，小郡主，你急什么？二哥走了，正好姐姐陪你好好玩。坏女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小东西，谁叫你偏偏撞破我的秘密？这山洞在北郊乱葬岗深处，连只鸟都飞不进来，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冻死、饿死，没人会发现你的。爹爹和娘亲和哥哥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救你？你放心，等你爹娘和哥哥们知道你失踪了，定会急得团团转。到时候我便像通敌密信，不小心掉在书房，太子殿下自然会带着禁军查抄晋王府。通敌叛国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你那好爹爹、好娘亲，还有那几个宝贝哥哥，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了。你胡说！待我将这道石门关闭，你就只能在这里等死了，小杂种！不要！不要！坏女人！我爹爹娘亲不会有事的。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会让爹爹把你关起来，再也不许害人。爹，根据探子得来的消息，上官策这几日行踪诡异，好像经常去北郊乱葬岗。上官策向来只留恋花街柳巷，这北郊乱葬岗荒无人烟，他去那儿做什么？难道丢失的那批军械藏在北郊？极有可能。太子一直在掩盖军械这件事情，让上官策这个草包过去放哨，这样才不会引人注意。备马，去北郊。爹，是不是找到了那批军械的消息？我刚刚收到信，说有线索。二哥，我们并没有给你送信，你这是从何得知？方才家丁送来的，说是父亲要加急转交。不好，是圈套。王爷，鱼儿，周儿，你们见到无忧了吗？我找遍了整个王府都没有见到他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方才我收到信，先行回府。无忧说想再买些糖画，由清河陪着呢，想必是贪玩还没回来。什么？你竟然让无忧和清河单独在一起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
他不会伤害无忧的。无忧前几日才拆穿了他和黑衣人的私会，说什么书房要藏密信，这几日就说要陪他去逛街，明显是想支走你，对无忧下手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救过我的，他怎么可能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手？哎，娘，无忧他还那么小，他不会出事吧？锦瑜，你带府内所有侍卫前去搜查，务必要找到无忧的下落，再让人快马去兵部通知你大哥，调派所有禁军去封锁北疆所有的路口。是。清河他若敢动无忧一根头发，萧决今日就踏平这北郊，让太子和上官府付出血的代价。我也去，我是无忧的娘亲，我不能待在这里等。是我引狼入室，害了无忧，这债该由我来偿。爹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北郊。走，走。这里好黑啊，彤彤，给我手电筒。这是什么啊？哇，好多刀刀枪枪啊！爹爹曾经说过军械失踪案，不会这就是坏太子藏起来的东西吧？我得赶紧回家把这件事告诉爹爹。彤彤，我要回家，但是怎么弄开石门呢？有啦，炸开石门！无忧，郡主，有没有找到无忧？我们顺着清河和无忧的脚印追到这里，线索的山坳就断了，地上有挣扎的痕迹，明显是人为刻意抹去的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无忧她一个小孩子，肯定会非常的害怕。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么久。是我糊涂，竟让清河单独带着无忧离开。若无忧有什么闪失，我……二哥，不用再说了，我们犹豫一刻，无忧就多一刻危险，赶紧扩大搜索范围。好。爹娘，哥，前后发现了一个山洞，有被踩过的痕迹。我还在门口找到了半块桂花糕。桂花糕，那是我早上亲手给他塞进斗里的。快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，过去看看。炸开石门就能引来人，这样也许就能揭穿清河的阴谋了。这样我就可以救爹爹和娘亲了。爹爹娘亲，我要来救你们来啦！我要！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无忧还这么小，她怕黑，她肯定会等着我们的。无忧，娘亲在这里，你应一声啊，无忧！给我找！就算只有一片衣角，我也要带她回家。爹爹娘亲，无忧，无忧，爹爹娘亲哥哥，我在山洞里发现了很多。无忧，你快吓死娘亲了！无忧，你疼不疼啊？快告诉娘亲，有没有被石头砸到？让爹爹看看，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无忧，胳膊有没有事？无忧，哪里疼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无忧，你说话呀！大哥带你去看太医好不好？爹爹，娘亲，哥哥们，我没事啊。我在山洞里发现了坏太子藏的军械呢，有好多好多刀刀枪枪。机械，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。无忧，是不是清河把你带到山洞里去的？他还和你说了什么？
你那好爹爹、好娘亲，还有那几个好哥哥，很快就会嫁给陪你了。就是那个坏女人，她还说我失踪了，爹爹娘亲一定很着急，肯定到处找我。她就趁机把通敌密信藏到爹爹书房，让太子派兵去抄了我们家。果然是他，他从一开始就是太子的棋子，就是为了博取二哥的信任，进入王府，把通敌密信栽赃给我们。二哥，清河是坏女人，你不要再相信她了。二哥知道了。二哥相信无忧，是我糊涂，差点害了大家。渊儿，带禁军守住洞口，清点军械数量，前往皇宫呈给陛下。是，父亲。走。我们小无忧啊，真是全皇城最狠的仔，连炸山洞都这么厉害，比你爹爹当年还要勇敢。娘亲，我是不是很勇敢呀？是啊，我的女儿最勇敢了。以后啊，全皇城的人都得知道，我们晋王府的无忧郡主不仅非常勇敢，还能保护住全家人呢。走，回府。清河和太子过得去，该收场。已经将密信放入书房中，过不了多久，太子殿下就会带着禁军查抄晋王府。到时候，那个坏我好事的小杂种被困在乱葬岗的山洞里，恐怕要被吓死了吧。锦州，你终于回来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方才带无忧逛街时，竟一时没注意，叫他跑没了影，找了许久，也未曾找到。你干什么？我是清河，你的救命恩人。我的救命恩人会勾结太子，私藏密信，还意图杀害我的家人。我没有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坏女人，你看谁回来了？你居然没死！山洞的石门明明关死了，你怎么可能逃得出来？因为我有统统帮忙呀！你的阴谋被我识破了，我还找到坏太子藏的军械呢。清河，你利用周儿对你的信任潜入王府，心肠歹毒，手段卑劣，今日定要你付出代价。锦州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记得我们在北疆的日子吗？你中箭昏迷时，是我救了你。你说等回到京城，你会保护我一辈子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如此恶毒，北疆的救命之恩，我曾时刻记挂，但我不曾想你将这恩情当利刃，想谋害我的家人。这样的恩情，我靖安王府消受不起。我恶毒，萧锦州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摘下面具，谁还会真心对你？你脸上的疤，谁见了会不害怕？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清河会喜欢这样一张恐怖的脸吗？坏人，不许你说我二哥，我二哥的疤才不丑呢，那是因为他保护北疆百姓留下的疤，那是英雄的勋章。比你这个恶毒的丑八怪好100倍！小丫头片子，装什么天真？你敢说你看到这张丑陋的脸，会不害怕吗？无忧才不怕，只有坏人才害怕英雄的勋章。二哥，无忧不怕你的疤，就像不怕爹爹打仗留下的伤一样，他们都是英雄的记号，是最棒的。无忧说的对，这不是伤疤，是勋章。无忧说的对，这不是伤疤，是勋章。周儿，你为了护住北疆百姓，孤身与蛮族厮杀，
这倒罢，是你拼杀过的证明，是靖安王府的荣耀，没有什么可藏的。来人，将他打入天牢，等待陛下发落。二哥，如果你怕别人乱看，我可以让统统帮忙的。统统能变出好多厉害的药膏，说不定能把疤痕治好。不用了，无忧，二哥以后不带这个了。英雄的勋章就该让所有人看见。二哥真棒！说起来吧，以后用不上了。什么？你说萧决找到了我们司层的军械，还带着证据去见了父皇？是太子殿下，萧决带着从北极山中找到的军械清单和萧景渊一同入宫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父皇本就对我这个太子不满，偏心萧决那厮，如今军械一旦暴露，他定会借题发挥，废了本宫。殿下，事到如今已经退无可退，只剩一条路可走了。什么路？逼宫。逼宫？不错，如今京畿大营的统领都是殿下您的人。萧决此刻入宫，都兵力空虚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呀！若此时我们带着兵马杀进皇宫，控制住陛下，再污蔑萧决谋反，到时候事成定局，天下人谁敢不从啊？父亲说的对啊，只要陛下点头让位于你，萧决就算有天大的证据，也成了逆贼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传我命令，京畿大营即刻集合。上官策，你立刻带人围住靖安王府，丞相随我入宫。今日要么登基，要么同归于尽。臣等遵令。娘，无忧怎么样了？已经退烧了，都怪我。无忧再怎么厉害，也只是个4岁的孩子，被清河那般下，又在山洞里受了惊，怎么可能撑得住？娘，别担心，无忧会没事的。这玉佩是当年陛下赐给简安的满月礼，难道无忧他是？娘亲，三哥，爹爹和其他哥哥呢？大哥和爹爹进宫面圣了，二哥说宫里气氛不对，先去调兵防备了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无忧啊，这玉佩你……奉旨查抄靖王府，萧决通敌叛国，拿下所有乱臣贼子。萧景瑜，你爹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识相的就乖乖束手就擒，免得本公子动手。上官策，你奉谁的旨意？拿出陛下圣旨来，否则你就是假传旨意，以下犯上。哼。旨意，萧决和蛮族私通的密信在此，太子殿下已经带人入宫启禀陛下，靖安王府今日必抄无疑。你说谎，我爹才不会通敌叛国呢！我爹是大英雄，那是清河坏女人伪造的信，他现在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拿下！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
我看谁敢动我母亲和妹妹！我爹手握兵权，我大哥已在兵部入职，我二哥已调兵入城，敢抄我靖安王府，先看看北疆10万将士答不答应。萧景瑜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今夜太子殿下已经带人围攻整个皇宫，明日一早，全皇城就会传遍。太子顺应天意登基，你的好父亲和大哥意图谋反，已被太子当场处决。你们竟敢逼宫！陛下待太子可不薄，他竟然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，是又如何？这天下本该就是有能者居士，萧决把握兵权多年，殿下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今日正好一网打尽。景瑜，护着无忧走，去城外找你二哥，让他带兵入宫护驾，快！我不走，我要保护爹地和大哥。我有铜头，我有枪枪，我能打坏人。无忧，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，快！今日一个都别想走，拿下！反抗者就地格杀！头头，给我枪，快！坏人，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了。切！你拿个破铁疙瘩吓唬谁呢？你当我上官策吓大的？我告诉你，今日就先杀了你，再杀了你娘亲和哥哥。不要！不要！拿下！无忧，没事，没事啊。上官策，你带人擅闯王府，意图谋害郡主，联合太子逼宫谋反，这些罪状足够你上官家抄家灭族了。我是太子殿下的人，你们不能杀我。等殿下登基，定要诛你们九族。太子，他恐怕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吧？二哥，娘，我们必须立刻进皇宫，爹和大哥还在里面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我有枪枪不怕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但是枪枪的威力太大了，到时候听三哥的指令好不好？好。将上官策打入天牢，其余人随我护驾。是。你痴心妄想！萧决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肯交出兵权，再认下通敌叛国的罪孽，说不定我会饶你一条狗命。休想！我萧决护的是大齐江山，不是你这叛逆的乱臣贼子。冥顽不灵啊！给我拿下！呀！住手！萧决，看见没？你最引以为傲的长子，现在就是我的阶下囚。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交出兵权，再认下这通敌叛国的罪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。爹，别管我，快杀了这个逆贼！小玉，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拼了我的命也要杀了你！哦，你可以试试，是北疆兵权重要，还是你儿子的命更重要啊？爹，别信他的，我死没关系的，但是兵权绝对不能交到这个逆贼手上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不要！不用，开枪！爹地大哥，别救我呀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给我拿下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。爹爹，你没事吧？爹没事，我们无忧是小明星，每次都能赶在爹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小菊，你以为你赢了是吧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那个刚满月的女儿萧景安是怎么死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是我趁王府大乱，亲手把她从襁褓中抱走，然后把她丢到了鬼窟林。听闻鬼窟林的野狼最喜欢吃嫩骨头，猜猜他死的时候会不会哭得很伤心呢？我的钱！娘！娘亲，你醒醒！上官燕，你该死！如何了？王爷，王妃这是积郁成疾的心病。当年小郡主离世，在她心头种下病根，如今被上官叶一语勾起，郁结之气堵在肺腑，已非汤药能治。这心事还需心药医，臣实在无能为力。三哥，娘亲什么时候才能醒？她是不是不喜欢无忧了？娘怎么可能不喜欢无忧呢？娘只是太想景安了。那我让系统变一个景安姐姐出来呀！娘亲要是看到姐姐就会笑了。统统能变锵锵，能变耀耀，肯定也能变姐姐呀！无忧啊，景安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，统统再厉害，也变不出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统统多厉害呀！统统能变出爹爹和娘亲，还有哥哥们，还那么厉害。统统最好了，你看娘亲病的难受，你就变一个景安姐姐出来吧，就一个，让娘亲好起来，好不好？爹，要不我们把娘亲带去一次鬼窟林吧，让她亲自祭拜一下景安。娘亲，你醒了，我又让统统可以变姐姐了，你看看呀。无忧，这玉佩你从哪来的？玉佩就是统统呀，他会听我的话，变出好多东西呢。这玉佩是当年父皇在景安满月时亲赐的，你看，背后还有景安的字啊。无忧，你告诉娘亲，你是不是我们的女儿景安？是不是老天可怜我们，把你送回来了？可当年的鬼窟林那般凶险，野兽成群，若无忧真是景安，一个刚满月的婴儿，怎么可能活下来？我又不知道呀，统统你来说。无忧，爹地，是我爹地。无忧，这是你父亲。对呀。无忧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想必系统已经带你找到了亲生父母。4年前，我在一处磁场很乱的森林捡到刚满月的你，你身上的襁褓和这玉佩皆不是凡物。爹爹猜你应该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所以我把毕生所研究的系统藏进了这枚玉佩，它能护你周全，感知你的血脉，让你往东跑，就是希望系统带你回真正的家。爹爹知道你会害怕，但别担心，
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很爱你，就像爹地一样爱你。所以无忧就是景安。多谢先生救了无忧。好好活下去，我的小无忧。是了，是我们的女儿景安，也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无忧。不管你来自哪里，你都是娘的女儿。从你在破庙救我的那天起，你就是我靖王府的孩子。以后你既是无忧，也是景安，都是我们的妹妹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爱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宣。奉听承运皇帝诏曰：无忧郡主性姿敏慧，纯良护短，两度救朕于危难，功不可没，实乃天降福星，今特册封为无忧公主。钦此。爹爹，公主是不是比自己厉害？是不是可以天天出去上堂当新人唠啦？是，以后呢，你就是全皇城最横的族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谁还敢欺负你？哇，爹爹好厉害呀！我们的小福星啊，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公主。以后公主殿下可要照顾我们呀！哥哥们放心，以后跟着无忧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在皇城横着走都没问题。